今日用一條視頻教你用一盒馬蹄粉一次過做出馬蹄千層糕、椰汁西米糕同埋紅豆糕。你點都估唔到，原來一次過解鎖3種口味係咁簡單嘅喎。家庭版詳細做法同配備分享俾你哋，中意嘅姊妹們收藏起身慢慢睇啦。我用嘅係1盒半斤裝嘅周星馬蹄粉，準備2個一次性嘅杯啦，大細都冇所謂嘅。先將啲馬蹄粉一開為2咁對半分開。先嚟調黃漿部分嘅3漿，1杯馬蹄粉就配2杯嘅清水，唔需要糾結我呢個杯係幾大嘅，反正你記住粉同水嘅比例係1比2，用你屋企嘅杯都係一樣㗎。同一個容器，你裝1份嘅粉就倒返2份嘅清水，咁就實唔會錯㗎啦。攪勻勻之後過一過篩啦，擺埋一邊備用。跟住到熟漿嘅部分，煲度放入大半磚嘅片糖啦，我呢度大概係70克，都係用返頭先個杯，倒2杯清水落嚟，將啲糖煮溶煮滾之後就關火，趁熱不一喝頭先開好嘅馬蹄粉漿落嚟，快速攪拌。呢度有一個細節需要注意。開好嘅馬蹄粉漿呢，稍微放佢一陣，佢係會分層嘅，所以每一次筆漿之前一定要攪拌均勻之後再筆漿。攪勻勻到咁樣嘅酸奶狀，熟漿就做好啦。跟住將佢倒返入頭先開好嘅馬蹄粉漿度，呢個就係溝3熟漿嘅過程。攪拌均勻之後，黃漿就做好㗎啦。跟住到白漿嘅部分，1杯馬蹄粉就用2杯嘅純牛奶嚟開3漿。攪拌均勻之後過一過篩，擺埋一邊備用。跟住到熟漿部分，半杯白砂糖，2杯椰漿，我用嘅係呢個金牌高達。之前分享做千層糕嘅時候呢，白漿可以唔需要溝3熟漿嘅，因為今日我哋需要整3個糕點，所以白漿部分都要做埋3熟漿。同樣都係將啲糖煮溶煮滾之後關火，得返半殼頭先開好嘅馬蹄粉漿倒落嚟，快速攪拌。攪勻勻到咁樣嘅濃稠酸奶狀，熟漿就做好啦。跟住倒返入頭先開好嘅馬蹄粉漿度，繼續攪勻勻，咁樣黃漿同埋白漿都已經準備好啦。我而家都鍾意用呢個可以重複使用嘅錫紙碗嚟蒸糕，佢唔單止方便分享，而且有埋蓋嘅，自己保存都好方便。尤其係家下年邊，我仲會用佢嚟蒸年糕啊、蘿蔔糕啊、芋頭糕啊、馬蹄糕啊，都好方便㗎。佢質量非常之硬淨。之前好多姊妹都問過我㗎啦，家下我將佢掛喺左下角嘅小黃車度，有需要嘅姊妹們可以點入去睇一睇。千層糕呢，第一層同最尾一層一般都係黃漿嚟嘅，跟住梅花間竹咁倒漿，蒸好一層再倒下一層。我呢個厚度每一層大概係2分鐘，最尾一層蒸多5分鐘。跟住喺剩返嘅黃漿裏邊倒入大半碗嘅蜜紅豆，喺剩返嘅白漿裏邊倒入大半碗煮好嘅西米。呢個蜜紅豆之前同你哋分享過㗎啦，佢獨立包裝，用起身好方便㗎。分別將2份糕漿攪拌均勻，都係用返呢個錫紙蒸碗，碗底同四周唔使搽油㗎，直接倒入啲粉漿落去就得㗎啦。我呢個厚度，水滾上鑊開始計時，全程大火蒸咗30分鐘。熱嘅時候千祈唔好急住脫模啊，一定要等佢完全攤凍之後，輕輕撳一撳個邊位就可以輕鬆脫模㗎啦。你睇下，脫完模之後個錫紙碗仲係非常之乾淨㗎。嗱，就係咁簡簡單單一次過解鎖3種糕點啦。做好之後冚住個蓋攞嚟派街坊，或者係自己放喺冰箱保存都非常之方便。甜度適中，Q 彈爽口，3種糕點都有唔同嘅風味。講得咁詳細都睇到呢度咯，點個讚鼓勵下，你都嚟試下啦。評論區等你嚟交功課。